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自古早就有人啉酒，不过台湾什么时阵开始设定几岁以上才会使啉酒？英国人啉酒敢有甲时阵相同？伫无同的场所甲无同的人啉酒意思无相像。你敢知影为英国到即阵伫无同年代啉酒的文化甲意涵嘛无同。今日我来讲台湾人啉酒的文化。咱要看日本也是韩国的电视剧，因下班的时阵同事拢会烧酒去啉酒，这改成是真事上的代志。啉酒是一种文化习惯，伫无同的所在、无同的年代，嘛有无同的意思。1936年，台南嘉义的吴新营医生，伊的朋友拄当选州会议员，因就先甲200多人伫公会堂遐啉酒庆祝。过来，因搁去西米楼遐啉第二摊，毋过安尼也未结束，因半暝啊，搁去台湾楼搁啉第三摊，上落尾才搁去一间号做咖啡南可库咖比南国，伫迄间店内底啉甲透早2点，5时才转去家里休困。这即马看来，应该算是啉足细摊才对。吴新营伫伊的日记搁有写讲，伊迄暗困无够眠，害伊日时全无气力通看病，佮规身躯过敏。为伊写的，自日本时代才经济能力袂歹的人，因会一摊过一摊继续啉酒。这款文化伫迄当阵就有啊。日本时代才的酒楼是会使食饭啉酒的所在，因较活伫文人聚集讨论开会的所在。伫迄个年代真重要的社会性活动拢伫遐发生，甲后来战后的酒家意思无啥相共。我也搁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日记嘛有写着酒，毋过伊写的就毋是伊一直啉酒，是写伊安怎卖啉酒。林献堂定定伫日记内底酒蛇讲伊袂搁啉酒啊，毋过酒蛇摸酒蛇，伊加减拢会搁去啉。1930年中秋迄天，林献堂看身躯边逐个朋友拢在啉酒的时阵，伊家己煞因为要戒酒，全伫边仔点点啊啉水。伊伫日记内底佮安慰伊家己讲，啉水较袂食甲伤济，而且对胃肠嘛较好。较深刻的是，伊要戒酒，毋过伊的牵手杨水心，伫过年围炉的迄暝，拢会互伊啉一杯。为林献堂伊的日记写的，就会当看到讲，迄当阵的人嘛已经有啉伤济酒对身体健康毋好这款观念，所以伊一直想要戒酒。伫日本人来进前，台湾应该嘛有一套啉酒的规矩，只不过较少去看到。后来日本政府就开始教大家啉酒要有站节，而且这有经过无同阶段、无同的讲法。头起先是为日本内的宗教团体，因个会做禁酒会这款组织，因是甲卖啉酒当作是文明的象征。只不过迄当阵咧宣传的时阵，拢有带一寡宗教的色彩，像讲无啉酒会当避免人性内底的恶，而且无啉酒的人嘛会使甲日本帝国的人相共，变较文明。我以为迄当阵因讲的文明，应该是被因为啉酒全失去理智，做出一寡伤害家己也是伤害别人的代志。毋过真紧到1910年代的时阵，迄当阵就有足侪甲酒精有关系的医疗知识传入来，社会大众嘛开始咧关心囡仔的教养甲家庭的价值，啉酒就愈毋好啊。迄时讲的酒害，大部分拢是用统计也是医学的讲法
来强调讲酒精会伤害身体健康，特别是若爸母啉酒，安尼佫会遗传着伊的囡仔，有遗传性的效果。伫即个时阵，啉酒毋那是会影响着个人，也佫会变作是破坏家庭和谐的凶手。也囡仔、未成人，因袂当啉酒，嘛差不多是为即个时阵开始有啊。1922年日本就有未成年的人禁止啉酒这款法律，这套后来伫台湾嘛用着，所以伫即个期间嘛有成立官方的禁酒会。台北省有，后来各地方嘛有，台中或者白酒会，园林叫做禁酒同志会，这拢是咧宣传啉酒毋好的组织，叫大家毋通啉酒。日本统治的尾期，为着战争，个人的身体健康嘛变做是战争的资源，所以佫较袂使啉酒，因为安尼会影响着国家防卫的力量。毋过啉酒会伤身体，会破坏家庭，也是啉酒就无爱国，做遮尔济宣传，敢真正互大家就较少啉酒？这我是无找到详细的统计。毋过若看迄当阵的人因的日记，去灌酒倒来甲同事朋友做伙啉，也是去酒楼食饭啉酒，这拢是真世常的代志。李学玉伊的囡仔佮写过讲，因老爸其实无啥会晓啉，拢会互同事灌甲醉茫茫，也佮得爱骑脚踏车倒来到厝，足危险的。看起来，为100当前开始到即阵，大家对啉酒的态度一直拢是真矛盾的。知影啉酒会伤身体，毋过若要甲人交陪，会晓啉酒都真重要。一直到无偌久之前，伫台湾若要甲人做生意，要应酬，拢得爱啉酒。伫20多当前，2004年有一个真趣味的研究，伊去访问基层的农业推广人员，访问到的人平均是42岁。研究内底发现讲，这个人因为伊的工课爱啉酒的机会是足侪，平均一个月一个人就爱啉2摆，也若较侪，嘛有人一个月啉20多摊。佮较有意思的是，因安怎解释家己是安怎就爱啉酒？真侪农会基层的推广人员，因嘛承认讲，因明明知影啉酒毋好，毋过若要做工课，啉酒应酬是一款能力。若去甲别人啉酒，会当摕到佮较侪资源，会使甲同事、甲遮个农民、甲顶司博感情。若做伙啉酒，佫会互顶头预算要拨落来会较顺势。所以因的工作环境会变做讲，酒量较好的人嘛有一寡优势，工课嘛会较顺利。我毋知即阵还有偌济行业是安尼，这应该甲职业有关系。毋过嘛甲查甫查某是有关系。社会大众安怎看熬啉酒应酬的查甫，甲熬啉酒应酬的查某是完全无同款的。虽望无论查甫查某为着工课，因拢学啉酒。伫战后台湾啉酒这个习惯也是无去，毋过豆豆啊送甲送啉酒，什么时阵啉酒就变无啥同款啊。当然，啉酒也是较侪查甫人甲生理人，毋过除了有一寡特殊招待的酒店以外，1960年代有一寡美军爱去的酒吧，到1980年代开始实行啤酒屋，就是专门卖啤酒这款店，而且内底嘛是卖食的，变做是家庭聚会、少年人约会、朋友开讲的所在。真有可能是因为美女伊的酒精嘛较少，所以大家食饭配美女的机会甲习惯嘛哪来哪济。豆豆伫海边咧卖现捞的海产店，嘛变做会使啉美女的所在。这个店到1990年代的时阵，怎开入来市内，变做热炒店。其实我一直毋知影热炒店台语安怎讲较好。迄款一般100块的餐厅内底，拢会使啉酒。虽望遐足侪人咧啉美女，毋过嘛是大人囡仔会使斗阵去食饭的所在，所以啉酒的人、啉酒的机会、啉酒的所在嘛变无啥少。经济变好，大家啉的酒类嘛哪来哪济款，啉酒的习惯敢有无同？我想到一项，就是喝酒棍，这我已经真侪当无看到。
细汉的时阵是足接有诶。安怎画酒棍这算法其实有足侪款。台湾酒棍上接看诶，就是两个人，一个人用一支手看要比几支镜头啊，喙爱画一个数字，迄个数字爱是两个人比诶镜头啊斗起来诶数字。也若摇着诶人就算赢，输诶人就爱啉酒。两人两支手斗起来是为0到10拢有可能。因咧画诶数字拢有一个专门诶讲法，有真侪套我也袂晓，另讲我会去找出来写伫面册甲大家分享。也有一项就是台湾歌内底有足侪甲啉酒有关系诶歌，有一条足出名诶叫做酒干倘卖无。酒干倘卖无这句毋那是出现伫敖德健甲罗大佑写诶电影歌内底。张金凤甲洪一峰写的一条台语歌，嘛相共叫做有酒干倘卖无，是叶启田唱的。其实这两条歌除了歌名组成以外，伊的曲甲词拢无啥相共。这两条无共款的歌内底，拢有这句有酒干倘卖无，歹东旧社破纸倘卖无。这句原本是伫一条叫做收酒干的歌内底。歌词是咧讲一个16岁的囡仔要出门去收酒干来赚钱。这条歌甲小肉粽、无破网相共，讲的拢是迄当阵台湾人的生活有偌尼艰苦。国民政府惊中共甲提起统战用，所以就甲伊禁起来。其实收酒干这条歌真侪人介意，毋才会为遐迄句酒干倘卖无，佮生拖出别条歌出来。也有一首是杯底毋通饲金鱼。伫李专生要伫台北文化研究会发表的时阵，也有人反对讲烧酒歌是安怎会使伫音乐会内底唱。应该袂少人知影讲这条歌是作者看到228事件真感慨，认为大家应该像好朋友相共，坐倒来啉酒，就会当解化这个温怨。真侪冬以后，大家才知影讲这首歌的作词者叫做陈大武。陈大武伫1949年的四六事件，怎互人列入去黑名单内底。当伊知影警察要抓伊的时阵，就赶紧坐船离开台湾啊。小共迄当嘛是李专生伫音乐会头一摆唱这条歌，毋过因为陈大武伊的身份真特殊。所以歌顶面拢毋敢写着伊的名，这件代志李专生伊嘛毋捌讲过。大家若对咱安怎啉酒有兴趣，进前我捌做一集做过来的30斤米酒126集，欢迎大家去找来听。真感谢老话甲我讲，水牛嘛会使叫做水牛的朋友，也另外一个是甲我讲歌人到底是安怎发音。多谢大家分享甲指教，互我做这个节目继续会学到真侪真正毋捌毋知的代志。小双，大家若是有任何的想法甲意见，拢欢迎写批也是留回互我。若介意这个节目，请伫平台留5粒星，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。若是要赞助寄付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有链接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